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咩咪？咱来读龙刀山。龙刀山这个小山，我感觉嘛是真精彩，因为真做算台湾头一部类似日本迄种大河剧小，台湾头一位女医师创新的故事，所以我感觉这应该是咱台湾人会使来知捌的一个人物。当然，我无确定，要阮伫迄间看台湾的电影公司，敢有拍算要甲创新成做台湾100位有影响力的人物，因为敢若是要针对，我无确定伊是要锁定战后对台湾民主有贡献的100位前辈，或者是日本时代以来对台湾有贡献的这100位台湾前辈，我毋知影。总是我感觉龙头山这个小说伫咧介绍蔡新女士这条代志，是咱会使来知捌的安尼。好，看下还有啥物物件？因为我伫迄个做 Clubhouse 甲 YouTube 拢有算拍开一个时间空间安尼吼，所以可能会使来网参考吧，我咧想。所以 Clubhouse 遮当然是敢若针对声音，会使有一寡文字的分享。若 YouTube 当然，咱目前拢讲合作直播啦，就是有画面，有迄个啥声音甲信息化。当然即个 Clubhouse 伊嘛有做 chat room 会使来做分享安尼，所以可能即两方面可能拢会使来互相参考吧。当然，现主时即个时间点，风台迄个就政治风台，敢会使安尼讲，还是政治风台教安尼，所以反正对咱一般人来讲，就是日子好势好势，大概就 OK 啦。反正就讲参考哩。看下还有啥物要分享。金灿富了，这个敢若差不多是安尼啊，因为我拄仔打迄个我看这个好啊，类似敢若大河剧一个。龙刀山的小说，可能是安尼。好，对，拢听好。这个小说到当时第2部曲龙刀山3部曲，算是算第2部曲安尼。所以要来读这个第2部曲的第10章，第10章，所以可能会使用参考，看卖还有啥物物件要分享。应该是安尼。我分享出来。好，安尼，咱就来甲读起。龙刀山第2部曲，刀的第10章。Tony Stark 甲台湾，Tony Stark， 因为这是法国的作家嘛，所以我去真有心找到一个迄个是啥 ？Left Tony Stark， 所以可能会使来做分享，有兴趣。当然，这个出名的人物，加减应该嘛知捌过吧。当然，迄个知捌到什么程度，迄就另外一回事啊。特别讲，伊讲啥？迄128到
1910出世 ，Nikolavich Tolstoy Lev Nikolaevich 哟 ，Lev Nikolaevich Tolstoy 翻译做，我毋知我看伊字母读，就我一个外国人学到的英语字安怎读法的方式去读啊。啊，伊个原底是俄罗斯语的，迄我有才调读，我无才调读啊。我只伊家罗马字画了是生做安尼嘛，所以简单讲就是，汉字啥 ？Lev Nikolaevich Tolstoy，反正就是有兴趣会使讲参考啦吼。所以继续读落去，主要要来读第10章啊。Tolstoy 含台湾，台中中学的英文老师陈耀先生，因为知影新湖商科大学的英文程度真悬，伊惊东南的英文程度无够，就伫咧东南出发进前，就甲伊家己一本英文作文指南的册送互伊，吩咐伊伫咧船顶好好读。当然，也照陈耀先生的话，伫咧足足4天的行程当中，拍拼甲这本册读完。读完了后，才发觉到伊过去伫台中中学所学的英文是遐尼少。莫讲陈耀先生的发音无准，致使伊袂当听捌标准的英语。更加有真侪普通的文法规则，也是伫咧船顶这4天，才家己豆豆啊搜出来，摸索，家己豆豆啊摸索，当然做懵啦，只是这个懵字，按讲快速的摸索，因为有当阵啊。无人参加，真正就是爱土法炼钢，有够辛苦的。也毋过有册通好读的时阵，这有当阵啊嘛是，怎讲？家己努力，才家己我都得到安尼啊。所以摸索，嗰落按蒙沙，伫黑暗当中学袂沙就对啊。按蒙沙，即摆是毋过改版啊，所以迄个画面佫敢若无相款啊！青眉梦，张龙教授修即个书。沙回。蒙沙按蒙沙，青眉蒙研究，所以应该这个语境就是讲，真侪普通的文化规则，也是伫咧船顶的这4天，才家己豆豆沙有。伊虽讲对这点的收获也感觉真欢喜，但是对其他味理的部分煞是大惊吓起来。原来这个新湖商科大学一向是以外国目的出名全日本，名声烫日本安尼，所以毋但英文的画请西洋人来教，甚至连英文写字和簿记。也请西洋人来教，伊迄个簿记我会记得是，伊应该是一个翻译的词啦，中文汉字写簿记嘛，我会记得是德勤的款。伊迄个时阵，20世纪初期的时阵，因真侪拢用翻译的嘛，对啊，簿记 bookkeeping。对，我会记 bookkeeping 记下就对啦 ，account 簿记大方分类的校谱记下，可能是这个记下。
pocket， 所以 bookkeeping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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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小的 pocket，pocket，bookkeeping，pocket，所以迄个时阵我会记得就是安尼翻译嘛，所以连英文写字和技巧也请西洋人来教。这个西洋教授一般拢是真和谐有礼，又搁体亲切。因教课的时阵也真认真。课堂上使用伊就是当地英语，道地的英语，道地。当然有当初迄个，你看到道地，或者你会怀疑讲啊，是到哪个地啊？所以我感觉应该就是正港，就是讲我讲断地，伊讲正港，有当就是当然有当初咱讲正港，无正你的港，还是正我的港啊？所以对啊，迄个你这啥来讲断地，这是啥物？搁一个港？台湾山顶历史底有收一个断地，对啊，断地。中台历史底，金融教授收的断地。伊甲伊是哪对班属、对兵属，可能真正甲我的私立报是啥物货车皮了。正港，伊甲当做对班属、对番属，实在正港，纯正。正港断掉。好，感谢 Eric 的欢迎哈，大概是安尼，可能嘛是因为麦克跟甲我的真差的款吧。这一切还未开学进前，当然也已经由顶几届学生嘴里有风声听到，因此这几天来，伊就带着一个真谨慎、战兢兢，迄真正就是谨慎，还是啥物货吧？战兢兢。数理法比显示的搁较紧。叫用睇不见
可能就是因为手机啊，迄个啥，收音的能力太好咧，啥物声音拢收入来啊。当然，伊讲话时阵讲话的声音，甲其他的声音理论上应该是有所分别。喵喵错，所以是喵喵错，怪怪的，战战兢兢。所以即摆迄是个呐，当然，佫一个是啥？诚惶诚恐，惊到要死啊你！惊到要死啊你！诚惶诚恐，战战兢兢。有无？战啊！你甲我走道要创啥？战战兢兢。诶，战兢兢的兢字，好 ，OK， 是我拍唔对字。毋是竞争的，毋是竞争的竞，吼，咧竞争，毋是竞争的竞。顶悬应该是一克两克的克连做伙，惊兄伫咧皮皮错，惊兄皮皮错，所以我伫当然就是因为听到这个风声了后，就知影安尼喵喵错。个一克两克的克，公克的克，也毋过看起来台语是甲伊写做立体迄个立的迄种写法啦。你这当然佫有一招就是佫另外一个解说就是讲显示出中文的写法，台文的写法啦。你安尼就是我一直也拍毋着字，安尼佫来一届拍完的正字，伊会有即种无啊，好，安尼若有即字个。兄 Marino 是讲到时嘛是用对误会去互中文讲毋着字的迄字安尼，其他的字词典就拢相对来讲写的是较无认定的迄个字安尼，就是 trembling with fear, very cautious，反正就是敢若去到他乡外地读册，进前几届学长伫咧讲啥，你拢完全毋捌的时阵，暂时就敢若会使先接受嘛，因为打来你就知了判断这好迄毋好哦，甲遐熬，若要遮尔熬，也无需要安尼拍拼嘛，敢毋是天生的嘛？啊，毋过实际上大部分的人嘛是爱上无一开始的时阵先听别人的喙嘛，啊，时时刻刻拢你拢会使有家己的判断啦。敢要安尼？敢真的？敢有影？啊，你经历过了就知影嘛。所以反正就是。新竹的商科大学是出名全日本的，所以英语也真好。所以伊就讲，已经听到风声啊，所以几落工伊就拢，遮尔济工来，伊就拢想陆带的心，等待即一工会到位。开学第一节课是英语的画画，当然，伊即马中文汉语是写画画啊，我会记呀，dialogue啊，啥物画哦，当然。这个dialogue正是中文有两种翻译法啦，对话、绘画呢。所以当然对绘画来讲 ，embrace 直接安尼讲啦，对无 ？conversation 嘛，其实 conversation 有当时你翻译做绘画，读到台语的时阵，感觉小可我个人啊。硬叫安尼，看卖先看卖中文教授是安怎讲。照你读应该是嘛是会使接受啦，绘画嘛。但过若
对话咧，若要讲对话咧，对话当然佫是另外一个有另外意思嘛，因为我会记较早伫学校是学着啥物迄 dialogue 对话机。对话机即个类似敢若对讲机迄种诶嘛，应答机，这嘛是咧讲机器诶迄个物件。对话，应答对头讲。伊即个 conversation， 即摆敢大部分拢是翻译做绘画、画画。当然来到教室诶时阵，已经强要无空位啊，伊着只好经上尾排一个无人坐位坐落来。教室伫咧铃仔等半分钟了后行入来。伊是一位50岁诶西洋妇人人，银白色诶头毛，一副无边金毋金诶目镜，目镜内是两蕊圆脸脸诶蓝色诶目睭仁，伊诶皮肤白里透红，眼尾虽然讲有目睭尾纹哦，鱼尾纹。鱼尾纹当然是照字读毋是袂使，只是我看卖我是感觉我是直接读迄个叫做啥？文字意义还是实体意义安尼，或者鱼尾纹、鱼尾纹，敢若台语水讲有收敛。喙唇也是擦桃仔色的胭脂红遐，迄个龙头刷，我看卖啊 ，Google 讲什物酒杯鞋是啥物鞋哦？酒杯鞋是毋迄个啥？迄个鞋跟伊是海气哦，啊，毋过是伊甲伊号做酒跟鞋，酒杯鞋，我迄敢若喜哦，红酒杯仔下安尼。毋知影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安尼。好，我哋就讲酒杯仔下。路来走起路来，这是个语声字嘛吼。行伫路里，咕哒咕哒，响归教室地板。因为伊咧日本教室是毋是？伊迄个地板是算啥？类似敢若吉茶是安怎晓？啊是，原来嘛是用迄个啥麻石啊，咱遮是麻石啊嘛。我毋知迄个时阵因是啥物状况，不管反正就是行起来嘎哒嘎哒，伊声音真响嘛吼。伊一个看到大家就先笑一下，然后对大家讲一声 Good morning， 大家也回一句 Good morning， 所以伊就徛伫咧讲台顶，开始一个点名，顺续和每一个学生开讲几句啊，小认捌一下。点名已经点规半个教室嘅学生啊，当然忽然听到迄个女教授叫着伊嘅名，所以伊也学别个学生徛起来，看到迄个女教授甲点名簿啊放咧桌顶，规面是笑眯眯，用那银铃嘅声音，又搁轻又搁真客气问伊讲 ：“Mr. Go，where did you come from？” 当然，敢若听有伊头前讲嘅两字。但是以下迄句话就准讲安那清，
煞因为听惯是千叶先生迄种日本腔的英语，听袂惯是端调英语，颠倒三无长，只好戆戆啊徛伫遐，点点无出声。From which school were you graduated, Mr. Go？ 迄个女教授又搁问第二句话，甲声音压低，话也讲较慢，而且搁头歪歪，希望会当互东兰听有。但是东兰伊完听无，共款戆款啊徛伫遐，就准讲心肝底一直伫咧心理只管发虚。什么歌？应该是惊吓，还是歹势，还是安怎？这个词安尼，当然对咱来讲，咱知捌中文了后，会使知迄个语境、迄个情景，甚至反正有一寡朋友嘛是会有，曾经捌有即种情绪嘛吼。毋过你讲你要甲伊翻译做台语。看卖这应该会使，我使安尼讲。伊真正初即个老师用即个腔口教你习惯伊的腔的时阵，因为有文本通好看，有课本通好对讲，老师到底咧讲倒，你可能我都知影。毋过即摆换一个真正是人正讲的讲英语的人，讲真正就是讲去安尼。所以讲去了后，伊就讲，面嘛一直红起来安尼。How many years have you been studying English, Mr. Go？ 迄个女教授又搁问第三句，袂输因为当然印袂出来，伊也讲是当然研究啦吼。伊即摆是女老师费尽心机，希望会当互当然听有伊的话，但是当然伊完听无伊咧讲啥，也只好戆戆啊徛伫遐。伊感觉当然感觉伊的头家己咧中，佮规头壳个凊汗，真正是惊到要死安尼。迄个女教授最后总算讲已经变无脸啦，伊大概瞄准离东南伤远，所以东南听袂到，听袂清楚老师讲的话。为着要互东南听得搁较清楚，伊就行落讲台，亲身行去到东南的面头前，真好咧啊！咧问伊讲 ，Understand what I say, Mr. Go？ 当然，敢若听到迄个女教授擦胭脂的喙唇伫咧震动，伊完听无，因为惊去接触到伊迄蓝色的目睭鳞，就甲头垂落来。伊感觉伊规身躯拢伫咧发热，面红到耳孔筋。即个时阵，规教室的人开始伫咧一步一处低声讲话，而且拢一个滑头来偷闪东南。If you don't understand, please sit down, Mr. Go。迄个女教授最后话讲煞，就洗翻身行转去讲台顶。但是当然，伊原戆戆啊徛伫遐，毋知女教授伫咧对伊讲啥物货，所以规教室学生仔拢大笑，笑甲烂巴肚，笑甲转伊转倒，笑甲规间教室强要震动起来安尼。我还是安尼讲，笑得前仆后仰，笑得拍桌蹬脚，笑得整栋楼房都震动起来。呢，老师讲，你若听无，你就坐落去。安尼嘛真奇怪咧，就听无要安怎坐。If you don't understand, please sit down, Mr. Go。伊当然真正可怜的囡仔，即个啥？日本老师迄个千叶先生700嘛吼，千叶应该是700吼，我袂记吼。千叶老师嘛教偌久啊？可能伊也知，还佫知了后，互伊一本册，迄时间。下死命读，知影一寡原理原则，毋过语言即个物件真正是你毋捌听到过，就是毋捌听到过，嘛无法度，所以真正是真惨。这是一届真大的打击，当然非常艰苦。见笑甲强要无面，阁见到迄位英语画画教授以及在场迄几十个同学，为着要洗刷即个学习前耻哦。
洗刷这个侮辱，这其实嘛无算侮辱啊。我咧以为应该是，当然中文简单讲是讲血池啦，毋过伊只四字改写啥物？学习前词，我就讲这个作者，当然就是应该会去创造一个字嘛。啊，较早伫学校学的时阵，我是敢若学着啥血池哦，是啥物货？所以我直接读血池，安尼到底，咱的台语会是安怎讲啊？血池。甲见笑呆消去啊！甲见笑呆消去，感觉消去，我会讲，安尼我可能用洗吧。为着要洗刷即个见笑呆，伊就抓要甲英语读个好，所以就逐工逐暝拢伫咧念英语，拍拼查字词典，一定爱甲每一个无熟悉的英文字的意思和发音母学清楚，才要刷。所以每一暗拢差不多拍拼到3更半暝，才肯关电话去困。因为当然是台湾来的外地生，大学就互伊住伫咧大学附设的学生宿舍内底。这个宿舍和大学就敢若绕一条街，就伫咧大学图书馆的对面。因为路差不多规工拢秘伫咧图书馆内底读册研究，真罕伫和其他的日本同学交陪。这个图书馆内底除了提供学生读册自修以外，图书馆内底有的是，图书馆内底有真侪当然伫台湾从来就毋捌看过的册，特别是日文和英文的文学著作，应该是啥？文学名著，特别是日文和英文的出名的文学著作，放甲满世界，放满各栏书架。逐世界的册架放甲满，免不了就引起当然的注意。所以有一届，就甲本科的国际经济、国际贸易投完到一个段落了后，当然就伸手去甲一本德富路花，这应该是一个人名吧？德富路花，德富如花。我咧用伊后壁一本册名嘛，自然以人生摕来显，我看卖应该是吧？这当然应该是笔名嘛吼。德富路花，对啊，日本的小说家。1868到1927年，所以这个人迄个时阵，搁在生，就是当然去读册的时阵，迄个人搁伫咧。因为伊去读册的时阵，差不多是1920年嘛，所以而且伊本人搁坚持讲，迄个布好的布，好起来人迄个布是无顶悬迄一点的，坚持无爱用迄一点安尼。啊，等到因阿兄是迄个布，就顶悬迄一点吼，所以这嘛算是啥？日本汉字活跳还是自由的所在吧？是不是？敢会使安尼讲？所以2013年 NHK 大河剧有搬北中之音，所以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好啦，反正就是一个日本的作家嘛，然后伊的作品《自然与人生》，我做一个记号一下。字名来读，伊无写看啊，所以本名是
德富建处楼，所以这Tokutomi Loka 芦花 Loka， 不管怀着摕一本自然以人生摕来现，才读一页，就去到迄优美的文句和高洁的思想，高洁哦，这高风亮节哦。较早你学校读是用这种，敢若真厉害，敢若真安怎？伊即马煞全敢若两字，高洁。这敢若听到这个音乐，感觉是迄个啥？演电视剧内底角色话，看卖有无？拍字伤紧，但字走袂出来。真正无爱插我，我就倒咧写啦。还是迄种伊甲掠的，甲夹掉的。我会记是，反正就真或者啥，真有志气哦。敢会使你讲？反正就是敢若读一页尔。我你拄仔咧 Google 拍的时阵，是随会使看到伊即个名，然后伊就直接带出迄个自然与人生的迄个册名。只是目前在处理册名的时阵，袂用迄个啥，或者什么书名号哟，还是什么。毋过若是咧讲册的时阵啊，伊就会用迄个叫啥？我的歌啊，照镜了后，是物本出版社啦吼，然后网络顶悬，所以20过去，捌读过一个啥？日本的叫做朗读家哟，然后活到90几岁，然后分割一寡时间来念明治以来日本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是，应该是吐气哟，因为有当阵啊，伫咧读到一寡作品还是啥时阵，当然中文是讲叹息，毋过叹息咱会使安怎讲？直觉当然对我来讲可能是吐气啦，伊种吐气都他会即个时阵才知捌着哪会无量早啥？哎呀大概迄种的感觉吧，我咧想，所以就是重视课堂上需要的就对啊啦，吐气，喘大气，个啥？喘一口气，喘一个大气。中庸教授说的是叹息。当然咧讲叹息，当然是有娱乐的意思所以吐气，喘大气，吐一大气，喘一个大气，所以变成讲有纯粹吐气，嘛有娱乐的意思。原直就讲尾期红叶，其实这个作品其实嘛是应该使来分享的再篇一大堆故事就对了。所以评论这小说金色夜车对立，你去玩玩，伊不会玩这种，敢袂？真正嘞，不会的，真都做好，不管好，手机互伊流目屎，下无宿舍的五背是鸟，互伊笑。另外，阁有其他亲像郭慕田独步、岛崎真川、石川独木、古崎润一郎、志贺直哉的作品，也互伊真感动。特别是这个时阵，
这时阵打兄目用蜡小网含片，互整个日本文坛条件的芥川龙之介更加互伊痴迷，因为英文的进步，除了日本文学，当然也开始读图书馆内底的英文文学作品。头起先爱先按较浅白、困难字较少的作品开始，然后才由浅入深，慢慢啊行入漫步缓行、登堂入室哦，这样呢，由浅入深、漫步缓行、登堂入室，豆豆来的对啊，吼、哦，先读一寡，这可能算，就敢若以现主时的咱，就是对吧？图较侪，字较少嘛，啊，才慢慢啊去改变迄个，我说啥文本的形式嘛，由浅入深，漫步缓行，登堂入室，这是照字读。那纯粹敢若听有台语的人，敢听有我毋知。所以伊就先读 Stevenson 的探险故事《金银岛》，读完了后，才去读伊的妖怪和化身复苏。甲 Stevenson 的作品读完了后，伊就去读Wells 的科学小说《时间机器》、温情人和宇宙大战。读完 Wells 的作品了后，伊就转向 Conrad 的海洋小说。伊读水神乌人、风台、乌心，读完了后，伊才去读 Dickens 和萨克莱，因为头前迄几个英文迄几个英文名伊有放英文字 Stevenson， 好啊，什么Wells G.H. Wells， 毋过到遮无啊，敢若直接出现汉字，我觉得有应该是 Dickens 哦，甲萨克莱迄种更较深远的文学作品，因为每一天每一暗，拢真忙。这真正有够深的字，每天每晚饥渴地饕餮着，又是饥渴又是饕餮着成千累万的文学书籍哦。因为每一天每一暝，拢真少想要读这的文学册，当然最后体力也袂堪一啊，先是读较疼，尾也胸较疼，将其尾全破病摕伫咧眠床顶，才知影肉体毋是动做的，读册爱有一个暂zad伫咧提床的期间，日文册是袂当看，英文册也袂当看，真正无聊甲又阁新闻，就摕按台湾早来的中国古史集成来读，通来排解乡愁哟，排遣愁烦，通来排解安尼。偶然间读到一首古早诗：丈夫非母泪，不杀离别间。重剑对樽酒，铁为游子颜。北蛇一咬手，壮士一解腕。所思在光明，离乡何足叹。伊在眠床顶规跳起来，拍开定写批转台湾用的，迄啥宣纸哦，宣纸我会记得是迄个啥，伫写大字，或者是尤其迄个啥画山水画用的纸啊，宣纸。伊开始写念家乡啊，吼，宣纸、名纸，因为名纸有另外一个意思嘛。你即马咱大部分的人，可能反正95%以上的人拢已经
无咧举毛笔，写字画图啊，所以物仔纸就真做啥，要七嘴七面，伊才是变数要用的迄种物件咧。酸纸，酸纸，就讲酸纸。就甲订写批转台湾用的宣纸拍开，毛笔夹咧，就甲即首古诗抄一遍搁一遍，写较规身躯干，一直到郁卒含乡愁一困袂记得，才要煞。所以真正是不哩辛苦。再读一则。过了一回病，我即个未来也无准备，有教人暝拢咧拍拼，当然感冒就搁提面床。即届破病了比顶届搁较严重，毋但规身躯发烧，而且搁连日咧加扫，是定定痰夹伫咧脑后底，袂当呼吸。伊着困叹起，甲痰配伫咧面床边诶二纸笼啊。通互第二天摒扫学生宿舍的女中摕出去倒。有一天下早啊，当然发现二纸笼啊内底的废纸的焦痰有卡着几条啊废丝。伊廖准讲是若后溪谷出血，流挂就好啊，也无要去插伊。但是尾啊，几落工，当伊甲痰细入啊，才发觉着迄个废丝毋但无减少，而且是愈来愈厚。伊就毋敢搁按二纸笼来配痰，也毋敢将干血的棉仔纸等入去二纸笼啊内底。伊甲一股一股一丸一丸，伊甲一丸一丸墨血的棉仔纸用新闻纸包起来。逐工三更半暝趁无人的时阵，才甲报纸摕出去等伫咧宿舍下底大粪扫桶啊内底。虽讲讲是破病，但是当然依然爱带病去上课。有一天，行伫咧有雪的人行道哦，而且洒雪，这个洒雪的人行道，伊寒天伊是咧苦尾嘛，苦尾当时开始落雪，伊早月初就算入冬嘛，毋过入冬是台湾入冬啊，台湾入冬嘛，它热天咧，安尼话，毋过伫苦尾遐应该11月有可能就开始落雪啊，我无确定啦。上无，当然100几年前迄个时阵，秋尾也是在2月的时阵，苦尾敢会开始落雪啊？我毋知影。啊，所以即个时阵，敢已经12月啊，伊无讲到过年嘛，所以我咧以为应该是12月31进前啊。不管吼，就讲行伫咧有雪人行道，因为靠一阵冷风。然后就讲鸟起来，想要配痰，但是身躯边阁袂记咧炸物仔线，就甲痰配伫咧边仔的雪堆，啊了喂，伫迄个白色的雪顶悬，迄喙痰袂输，迄喙痰暗甲袂输，那一粒樱桃啦，互伊爱摇甲无法度，尴尬到无地自容。尴尬到无地自容的地步，对，无地自容的地步，咧，互伊爱摇甲毋知要安怎好，阁惊去互看到，就紧拍身甲用手背遐个雪，甲迄喙个有血的痰用雪带咧，拄着咧无闲，甲雪背互平，拄好有一个共班的日本同学按边仔过，一时好闲就停落来，搭当然的肩胛头，滚耍笑啊，对伊讲。酷啥嘛？啊！你伫水内底找啥？敢是金角啊落去哟？迄个啥？咱来讲银角啊嘛吼，爱讲金币，敢是金角？我是甲讲金角啊吼，金角啊落去哟。当然也无用，就敢若洗过身，迄个同学好咧好咧笑笑咧，叫做无代志。应该是安尼，无意无意，无意无意，怎样酷什么？啊，你的面前啊白啦，
迄个同学惊起来，然后佫换做原地滚耍石开口继续讲：你暗时伤拍拼，毋通是治着戏病呢。这最后一句，大力当然的胸骹口弄落去。只是即种无声无息，只是即一个是无声无息，因为当然勉强忍咧，伊只好佫对迄个滚耍笑的同学笑咧笑咧，又原假做无意无意。当然看迄个同学离开，伊家己煞甲胸坎的衫领揪完，雄雄公公冲转去宿舍，按眠床顶一个梯，甲棉被甲棉被夹咧，就开始规身躯细阵。这长久以来，伊一直拢伫咧卡火，加上胸坎疼，伊早就咧怀疑家己治着肺病，想袂到今仔日竟然无意间去互即个同学一声讲破，伊透世人头一摆感觉到死亡来临的即种惊吓，无毋对，伊有可能的确治着肺病啊，因为毋若真侪台湾真侪老辈迄辈的算江乡人，这个语法，因为不但台湾许多父辈的乡人都患了肺病，因为毋若台湾真侪老辈迄样的人拢治着肺病，连这日本也真侪少年学生也带着即种病，即种病又阁是会当传染，伊也真担心。一定伫什么时阵去用画着，即种病是无药通救的。一旦画着，就只好坐咧等死。啊那呢？安尼吼，这完了。安尼这个完了要安怎讲？夭寿还是？伊一定毋是敢若煞迄个意思，因为煞是一种无大话的气氛也是口气啊，啊，毋过伊只是讲，那么完了，不但他的身体完了，他的希望，他的前程，一切都完了。安尼我想着啊，气了啊，应该是咧。毋过头前应该是后壁才用气了啦，只是头前即个安怎讲？惨嘛，哦 ，OK， 啊那安尼就惨嘛，毋那伊的身体歹去啊。毋通伊的身体，即几个原来我感觉应该是拢，伊最后应该是讲一切去了啦，一切都完了，应该是安尼一切都拢去了啊。啊，只是头前安尼这边安怎讲？等于三种完了，可能要用三种无共的描述法。头前可能是咧怨叹、害啊，安尼毋拿伊的身体。比较不但他的身体完了，这个完了，甲头前的完了，含后边的完了，应该是会使用无共款的方法来讲。毋那安尼害啊，毋那伊的身体惨啊怪，伊的希望，伊的前途，一切拢去了。伊感觉世界末日未遂已经到位啊，所以这中文当然是迄个啥，完了，不过完了，对吧？什么 finished， 还是什么，还是惨嘛，还是什么货啊？啊，所以伫即搭遮，好，应该差不多啊。因为这是第三集，后壁第四集，第四集几啊？读袂完，明日有机会继续。这是最后这个，敢有啥物 finished 甲 completed， 这两个嘛无啥相款啦。finished 甲 completed 无啥相款啦。对啊，去了啦，可能后壁就是去了，过了时煞了代，完啦，死啊，对，死啊，可能会使，所以去了死啊。
个啥？刷股，可能死啊，刷股去了，还有无？代志大条嘛是一种讲法啦，只是代志大条，敢若是一个，迄个做啥？中间站还是中途站的一个讲法，头前有，后壁佫继续讲落去。不过即摆伊即个语境是，伊发觉着讲啊，阿娘话伊伫开始咧加扫时阵，拢有回走出来，回走出来，即摆佫叫人同学讲者，你是敢会是治着肺病啊？因为在迄时代就是治着肺病，真正就是等死的啊！伊讲坐以待毙，就是坐咧等死啊嘛，因为无直口药通个医嘛。迄个时阵一直到1930年代，敢若是用一个啥奎宁药，敢用奎宁去医嘛。毋过即个时阵敢是1920年代，敢若也无，伊遐未进步到讲知安怎医啊，敢若无，敢若嘛是拢属于叫做啥消极性的治疗法药啊，你着好好休困，你着好好吼。后壁无讲话就是天公伯啊，若要甲你收，就甲你结束。天公伯啊，无爱甲你收，放你煞，可能迄个在活命，完了是失败，完蛋，无啊了啊，完啊，个啥？完结煞，气出煞。当然日本有一个依旧的结束煞，所以即马遮即种病是无药通医，一旦会着，就敢若就只好坐咧等死。若安尼惨啊！毋但伊的身体歹去，伊的希望、伊的前途，一切拢去了。所以即个毋但伊的身体，不但他的身体完了，即个完了会使安怎讲？迄个完了以后壁是有倒字的啊，什么完了死，完了还，快完了可能较晚。如果我袂使去看，因为去看我若去甲看，伊迄个 YouTube 顶悬的改当作是有一个版权的，所以等于即三个zan词的完了，可能上尾一个应该是讲的去了啦，一切就去了，就伊的希望、伊的前途，一切就去了。啊，中啊呢，拄则讲着啥煞股，还是煞了台，所以头前可能会使讲惨啊，还是害啊嘛吼。虽然讲目前伊即个啥，因为我是敢若直接拍完了即两字，完了即两字伫咧找台语内底找着的，伊是直接对照去了即字啦。你了当然就讲是 finished 甲 complete 嘛。Eric 讲的代志大条啊，可能安尼一旦会着，就敢会当坐咧等死。若安尼代志就大条啊，可能会使对。若安尼代志就大条啊，毋但伊的身体害去，伊的希望、伊的前程、伊的前途，一切就拢去了，可能用安尼对。头前讲治觉着啊，代志大条啊，惨啊，治着即个无药通医的病，真正是代志大条啊。毋但伊的身体害了，伊的希望、伊的前途，一切就拢去了啊。所以这可能会使安尼来处理吧，我咧想。所以迄个啥，东方白先生用中文写嘛，用中文写，当然，伊拢用完了来解说啊。对台语来讲，当然目前伫找台语内底，我这是啥物货？
就是讲伊迄个圆了一 Marino 顶悬过了时刷了台，那么过了时刷了台，甲即个圆了应该是较无直接的牵连，所以 Ari 所提醒的即个可能就是代志大条，可能会使来用，然后对啦，三年嘛讲的嘛，惨嘛，而且害啊嘛，吼害，所以这算啥个删除吧，是不是？啊，人安尼代志就大条啊，毋那伊的身体害了了，伊的希望、伊的前途，一切都拢去了了啊！伊感觉世界末日未输已经到位啊！因为即个当然伊是客家人嘛，啊，去日本读册，哇，那嘛算伫日本时代是，就敢若清帝国进前会走去北京，要考状元，考取功名，通好转因故乡，也是得到一个官职，通好做嘛，佮讲做县长，做啥嘛？迄大概伫每一时代、每一所在，可能拢有即种追求吧。啊，所以龙德山故事来到遮，就是屈雅信吼，因为因老师金姑娘甲伊建议讲啊，会使继续去读医科啊呢，啊，所以也来到日本读册。啊，同时间就是即个东南，吼，伊讲啥？婆罗门，应该是新竹遐个客家庄的乡亲啊，处理会得过，免讲会得过啦，就是讲免靠伊食亲啊，免靠伊趁钱去维持家庭嘛，所以江东南有才调安尼，因老爸处理供应伊来读册安尼，所以故事来到遮等于是啥？台湾人受日本殖民安尼偌久，可能20年吧，因为1895年开始，然后到这个时阵，敢若是应该是还未1920年，因为屈雅信读完即个淡水中学嘛，吼，淡水女学，淡水女学啊，江东南是读完台中中学嘛，所以差不多是以咱即马来看，就是差不多高中毕业的迄个卡刀啦，可能顶个岁差一两岁啊尔，因为即种教育制度，逐所在、逐时代可能有淡薄仔前差啦，所以现主是江东南安尼治着戏病，想讲啊，真正要戏哦，要死哦，可能敢是怎安尼无命，毋知影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即个《龙德山》的第2部德的第10章，伊咧讲到 Tolstoy 吼，和台湾的关系也是安怎？可能故事后壁才会讲，应该是因去读册时阵，啥物科目内底老师提起着，然后才甲因的一寡影响吧。我咧想应该是安尼。好，安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就暂时先读到遮。感谢大家的朋友，听我咧顶悬，家己读，家己念，家己细念安尼。好，感谢收听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